如果你擁有一個物業單位咧，其實唔多唔少喺香港咧都會經歷過有漏水呢啲情況嘅。遇到漏水其實都幾苦惱㗎，因為要揾個源頭啊，同埋判斷到係邊一個負責，都可能需要一啲程序或者一啲功夫嘅。咁我今日分享翻少少嘅經驗，等大家可以參考下。漏水有幾個地方可能都要留意翻啦。第一，睇翻個漏水個源頭啦，可能嚟自隔離左右，甚至樓上嗰個單位，通常會係一啲供水嘅設施，可能係水喉啊，或者一啲污水嘅設施排污喉啊滲漏，導致佢個單位有污水，或者可能有食水或者一啲鹹水啦漏到你個單位，咁呢啲會其中一個源頭啦。咁第二個源頭就係嚟自一啲大廈嘅公用設施啦。咁舉個例，可能簡單啲嚟講，外牆啦，經常都會有落雨經過啲裂縫，可能滲入屋企嘅。咁呢啲地方都會出現漏水嘅。遇到呢啲情況，其實應該點樣解決呢？其實都好苦惱嘅。我哋通常都建議咧，遇到呢啲情況，首先我哋都可能作一個初步嘅檢查，估計個源頭嚟自邊度，將個範圍縮窄先啦。如果好簡單，可能判斷到，譬如經窗口啊、牆身滲漏，咁好大機會都係一啲大廈公用設施啦。如果經過天花滲漏嘅，咁好大機會可能都係樓上單位嘅。咁將個源頭收窄啦，咁我哋再決定應該揾一啲唔同嘅人去跟進啦。揾邊啲人跟進呢？如果屬於大廈公用設施嗰一部分啦，咁我哋通常都會揾翻管理處或者法團去跟進啦。因為法團同管理處都根據翻建築物管理條例啦，同埋大廈公契，佢哋都有責任去保養維修個大廈公用地方嘅。咁當你發現外牆滲水啦，咁第一時間應該要通知翻佢哋嘅。咁至於第二種情況啦，嚟自樓上樓下隔離左右嘅漏水咧，呢啲可能牽涉到個別業主同業主之間嘅問題啦。咁呢個我經驗上咧，可能先揾個管理處協調咗先。如果佢跟得唔係好積極嘅，咁可能就要諗下第二個方法，揾政府部門跟進啦。政府部門例如有滲水辦啦，滲水辦其實就係一個政府幾個部門嘅聯合嘅辦事處，包括食環署、屋宇署同埋水務署嘅，佢哋都會幫手去判斷呢啲食水應該屬於邊個責任，都會有一個可能會揾一啲外判嘅供應商啦，過嚟做一啲檢查，有個報告，然後之後判斷到嗰個責任誰屬咧，亦都會可能出一個命令要求對方去處理嘅。第三種情況啦，如果揾政府部門或者可能管理處都未必有效咁去跟進啦，其實都仲有一個方法嘅，就係自己可能都需要花少少費用啦，揾一個第三方嘅公證行去幫你做一個基本嘅檢查。佢哋可能通常會用一啲比較先進少少嘅儀器啦，例如紅外線啦、超聲波啊，去照一照翻漏水嘅位置，去發掘翻嗰個源頭。佢哋通常都會有啲報告會俾翻嗰個業主嘅，咁到時亦都可以根據個報告啦，去同翻相關嘅人士啦，例如樓上嘅單位啊，或者可能係管理公司啊，要求佢哋去做呢個維修。咁當你有呢個報告同埋有一個書面嘅要求樓上嘅單位去處理維修，而限期裏邊佢哋亦都冇任何行動或者冇實際嘅跟進嘅情況下咧，其實受影響嘅業戶啦，可以同翻呢啲相關嘅人士，譬如樓上嘅住戶或者係管理公司啦，用一個法律程序去追討你嘅實際損失嘅。實際損失譬如可能你需要維修嘅費用啦，需要可能揾公證行嘅費用啦，甚至可能你衍生到一啲實際嘅，令到你可能有租金嘅損失啊，或者可能令到你嘅使用不方便啊，呢啲都可以睇下會唔會量化到一個實際損失，用法律行動追討嘅。法律行動可能就睇翻個銀碼啦。如果銀碼少過8萬蚊，咁可以喺小額錢債審裁處去做追討啦。咁如果超過8萬蚊，亦都可能需要揾律師，可能去一啲高級少少嘅法院啦，例如區域法院去追討嘅。漏水總括嚟講，其實都係煩惱嘅，因為好多唔同嘅源頭都有機會發生。咁如果真係揾唔到，我都建議可能最後揾公證行，可能都係一個出路，因為佢哋都會有一個專業嘅報告啦，令到你可以有事實嘅根據去做翻一啲相應嘅行動。我哋經驗上咧，都未必真係要用一個法律程序去追嘅，有時可能收到報告，有啲業主其實都會肯合作去處理翻佢哋嘅維修，亦都可以大家去調解咯。